仔日要带大家来一海产。海产唔是啦，烧酒嘞，烧酒嘞，有关系哦。有啊，即嘛有海产要互大家食。有海产。嘿，但是这个所在咧，你有看卖，伊的特色吼，头一个全台湾的海景第一排，国境之西。国境之西。嘛，这个所在的人讲话有一个足特别的腔。腔哦。嗯。我想无啥意思，我问一下阮朋友。喂，你讲西边啦，嘿。西边系安那，啊，讲有腔口啦。有腔口啊。咱就是咱鹿港嘞。鹿港吗？鹿港啊，会是咱就是咱鹿港。咱鹿港哦，就是大西啦。大西。婚林大西。婚林大西哦，伫阮鹿港搁较热嘛。对啊，伊的附近啦。哦。啊，讲话拢有腔。靠海拢有一个海口腔。嘿，这个所在特产是啥？你唔知吼啊？你唔知？鹅啊。对。鹅啊嘛。鹅啊。啊。鹅啊。甲黄金共款。黄金是细粒的黄金。这大粒的。是啊，啊，你的气盛小队员呢？我甲你讲，我气盛小队的队员内底有一个哦，因爸爸捌伫咧台西做警察。做警察？做警察，伫咧台西这个所在。是哦。你哪会知？嘿，伊甲我讲的。是。伊定来啊。有人。嘿，有心，紧来啦。来啊！讲要去台西啦。台西。哦，今仔日要去台西呢。系啊。啊，恁爸爸是毋是真正捌淡薄做警察？嘿，我国小的时阵，阮爸爸有伫台西派出所做一年的巡佐，哇，就是小队长、巡佐、小队长。哦。啊，我甲你考一个，台西的地标是啥？地标就大粒的，这大粒的鹅啊！鹅你的头啦，不是鹅啊啦，不是啊，唔知卖乌白用，有心甲大家讲者。足大粒的，嘿，海雷，真正是海雷啊！安尼有你学着。伊安尼，女生帮女生，嘿，就是海雷。这个所在就古今正经哦，因为海产足济嘛。繁荣兴盛，那足侪人伫遐，是一个足有故事的所在。是，所以今仔要带大家来台西。台西，大家请坐。我导览先生呢，足特别哦，伊是一个足厉害的设计师，伊伫台西办展览，改造老社区，甲台西老街。变做足有故事的所在，啊，伊阁得到国际大奖的肯定，互全世界知影台西这个所在有偌水。欢迎我的导览先生、水牛设计师阿忠老师。欢迎，大家好。老师你好。好。哎，设计师哦。是。哎，设计师嘛爱画口号哦。哎。来哦，准备好啊。准备好啊。来台西，西老街，海口风沙，故事多。对哦，欢迎老师，欢迎老师。老师是设计师呢。是。你看老师这个外形，你感觉伊咧设计什么？设计迄个工地。工丁师，工地。我唔知影。有能力咧，你感觉老师咧设计啥？我感觉老师就粗用诶，应该像插头还是啥物物件设计？是吼，唔是咧，唔是。系，不过我嘛是真正爱去工地啊。你一开始是设计啥物？景观空间啊。系。哦，设计景观的啦。啊，嘛有设计人的大楼、人的住宅嘛。一般拢较偏人庄卡的社区。嘿。啊，景观生活的空间的改造啊。哦，啊，不过遮尔侪设计会当伫台北、伫台中，啥一定要伫台西。啊，因为真侪专业者拢伫咧都市啊，咱庄卡所在咯，较少专业者伫遐经营。啊嘛真需要遮个专业者会当照顾咱偏乡的所在。所以就想讲，带大家做伙来庄卡来做设计。
所以你本身你台西人吗？我唔是呢。你唔是？嘿，你倒位人？我台中人。啊，庄卡这么济，庄卡你哪会选台西？台西咱真正足冷门的。就冷门，我刚刚去过呢。足远的呢，迄是因爸爸踮咧做迄小队长，嘿，伊才有去台西呢。迄开车为阮兜内开车嘛，差不多要40分钟呢。嘿， 40分，系啊，哇！阮即届改造嘛有伫咧咱的分局头前，嘛有改造。当初是选择这个所在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云林县政府啊，想要甲咱海线、台西海线这卡搭沿做咱台61线，咱的快速道路来做改造，会当互这海边仔的遮的风景、人文，也甲历史，互更较侪人知影，会当来遮体验咱海边仔的这款风景安尼。哦，我有问题，但是因为像伊嘛毋是住遐的人，啊，伊改做进前，住遐的人拢无啥物意见哦。对啊，你要改改造，啊你外来的人啊，你凭什么你要来帮阮做改造？对啊，啊，你有了解阮的文化？爱开足侪时间伫遐搬烂，哦，嘿，爱交配啊，偌济时间，啊，就逐工去啊，去甲人讲啊，这人哪逐工来安尼，上无你甲因讲话的时候，你要有淡薄海口音、海口腔吧？啊嘛拢伫遐学的，海口腔拢伫遐学的，拢淡仔学的。系啊，你敢会晓讲，还是你听有？我拄啊开始拢听无，啊有当时佫会去惊着，有啥物好惊着？啊迄发音完全无共，嘿完全无共，诶，啊咱会误会迄个意思，嘿，像讲什么？有心有问老师敢会听有，对啊老师爱问你敢会听有哦，爱甲伊考一下我淡薄哦。听有，因为我熟悉一个朋友叫做陈随意。老港人啊！老师考一下，跳，因为咱遐拢有泉州腔啦，嘿嘿啊泉州的，所以咱迄海口腔，我考你一题啦吼，咱讲跪伫壁里，等来甲厝啊吼，咱外套就脱落来，啊跪伫壁里，迄吊在挂着，挂在壁，对，是吗？嘿，哦，是吗？啊有当时会惊着，啊跪伫壁里，袂输看着鬼安尼，伊讲的迄跪伫壁，一般若咱咧讲的即个台语会听做讲，敢若木壁跪安尼，嘿，跪咧壁。嘿，对啊！我想的是跪伫壁，跪。哦，你跪咧壁，跪咧壁嘿，迄是爸爸佫做毋着代志。你跪伫壁，你跪伫壁。第二题就是讲，咱你写字写咧吼，啊倒啊较细张，啊物件干鸟落啊，干鸟，干鸟落，干鸟干鸟，鸟落，干鸟，干鸟，干干鸟啊！鸟嘞，干鸟，那是啥听？甲单位吗？干鸟落。你袂输你骂人咧，系啊，对啊，迄意思就讲物件落去啊，干鸟啊伊啊，讲干鸟，干干鸟。鸟，嘿，完全干鸟，无关系咧。干鸟是啥货啊？我无听过。无听过。是吼，落落。干鸟，嘿，物件落落的意思就是干鸟。你做一个句好无？哦，我讲我行路行，我皮包干鸟，干鸟。啊，一般台语安怎讲？我落落啊，嘿，拍甲了。拍假老是啥货？你这是啥物海口？你这无真的啊！有吧？哦，你讲一，你讲一句，你讲一句。啊，我行路行的，我的物件拍甲了落。拍假佬。有啊，对吧？无，我刚才听过拍干落啊，拍干落，拍干落，无，你这安平腔，对无？这恁安平的，无。拍假老系有人捌听过无？你倒位人？婚礼嘛，你嘛是婚人？哦，拍假老，拍甲佬，哎，拍假老，干鸟，干鸟，干鸟完全无共。干鸟。干鸟，哦，啊还有一题第三题，这题上难。啊，不过嘛是台西这个所在上侪人有认同的，敢若台西才有。好，嘿，讲行路行咧，吼啊跋倒了，活乐咯。活乐咯啊，乌青啊，活乐咯，活乐，完了，乌青你乌青，出掉吗？还是
切掉，切到会，你，拐到，啊，拐掉咯，拐掉哇，拢唔对，啊，这车去啊，遮劲啊！嘿，一般人台语会讲我你咧，哦，我你咧，我你咧是啥意思？打娘喂，啊，若用英文讲就讲 Oh my Oh my 你 god，讲是咩？ God，Oh my God，滑乐咯，哇了，嘿，哇，我讲一个，我头刚想着，因为顶届我甲陈水开讲的时阵，伊讲，互恁约虾米合作咖喱，咖喱，爬练凳，你敢有听过？咖喱凳无咧，伊讲，迄是落地啊，咖喱，咖喱，练，辣练，咖喱，我唔知伊讲迄就是落地啊，咖喱笋，咖喱笋。哦，是难啊，恁这有够难的啦，爱伫遐落地生根，真的嘛有困难呢，嘿伊拢是到遐才学的，对啊，大西 Q 啊，所以一开始听到鬼伫边嘛惊到啊，系啊，鬼所以听无迄个意思，啊，就会误会因咧讲啥，这真正有感情，嘿，是啊好，啦老师拄啊有讲是设计师嘛，嗯伊嘛有一个做古锥的产品哦，复古怀旧，录音带，录音带录音带，即摆少年可能拢无看过啊，有啊，哎，我也冇看过，来不及啊！这个内底有啥物特别的？是啥物款的声音？其实阮伫大西即个所在收集足侪地方、地景的声音嘛，嘿，啊，甲你有听过足侪款伫个咱生活当中有发出来的声，啊，用声音来记录伫个内面，啊，互人听这个声音，回想迄个声音的感觉，啊，来认识迄个所在。伊顶悬就古锥写用英文哦，海口放送，海口放送海口放送海口放哦，送。所以咱今仔日倒咱内容是要用放送的，今日的倒咱的内容拢甲声音有关系。水，安尼咱做伙来听大西的故事。好来欢迎阿中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中，刷落来我带大家到云林大溪来佚佗。来去，好，啊，即马大家爱甲耳孔清一下，吼，耳孔清一下嘿。咱来放第一个声音来，又看嘛，这是啥物声音？好，好，刚又会出来，火车，火车唔对，火车要起行，唔是咧，还是迄种正常的迄列车，那咧胖的声，屁股仔车吗？嘿唔是咧，还是迄涂骹迄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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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落枕恁正头，正头落枕哒哒哒哒哒嘛唔是。我甲大家提示一下，伊是较早的一种店内的产业，甲店有关系。跟店有关系。嘿，啥物店有这声？嘿，大西有啥物店靠海？咱来看答案。这是啥？唱片行。这间唱片行咧，较早是开目镜店，到尾伊阁开钟表的店，嘿，啊来开唱片行。啊，这个头家呢，又收集即个唱片伫伊个店。啊，拄则迄甲唱片一点仔关系都无啊。啊，我讲伊进前是开目镜行啊，嘿，伊咧磨目镜的声，磨镜片的声。哦，迄是无见的。所以迄哒哒哒是莫大声，啊，伫遐磨玻璃啊，夹夹的声。后一张来看，伊遮个有这种，毋知你有收集过无？嘿哇哦，应该我考大家好啊，应该这应该大家拢叫会出来啦，这个郭富城，对你爱不完拢有知啊，这个第一王祖贤，哦，这有年纪的较知影。好，安尼恁敢看会出来这个？伊能静，哦，厉害！哦，哇！这嘛是有年纪的，较看会出来。好啦，你免哦，伊遮个有迄除了这明星卡以外吼，佫有迄种挂轴有无？较早会挂伫咧房间，啊
啊，遮起码因上红的是小虎队。 哦，小虎队迄个时呢代，嘿，啊，所以阮伫遮呢，就找即种古早的老店，唱片行、米店、中药房、芳店，啊，甲因改造，变做大家会当去遐，袂输去行入时光隧道去参观遐旧店安尼。拄则看到伊遐明星，伊迄个相片，迄个年代真正会去买迄相片的，迄相片是爱钱的呢。一张10块，块，对对，10块册局内底拢有咧。对。有一个物件一直洗，一直洗迄种明星你捌录过相？没有过。徐怀钰。徐怀钰，而且细汉时拢会，你唔若录的，你佫会唱伊的歌，佫会跳伊的舞。今嘛是要来跳是不是啊？跳徐怀钰啊！啊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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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真正会晓，真正跳呢。你伫我面头前跳90，我嘛会跳来。就在掉呢。我规个拢小跳。你要跳下，你要跳下。噔，哇，小虎队。好啊，安尼刷来要甲大家介绍好无？好，咱来约一下这个阿嬷，这阿嬷几岁？恁约者？阿嬷差不多70。这阿嬷已经80几岁啊。哦。嘿，爱真趣味，足爱画图的。伊较早伫个咱台西这个所在开一间西装店，叫做英美西装店。啊，有女装，嘛有男装。啊，阮就互伊画的物件，像这加刀、皮尺，啊，佮伊做的西装，布置伫个这规个改造的空间内面。所以迄加刀啊，西装迄种阿嬷画。啊，这张扛棒嘛是伊画的。哦，水呢？真古锥。好，安尼后一张。所以阿嬷咧，即马真厉害，安尼画图画了有兴趣了后，即马伫咧阮台西咧办画展，嘿，展览伫遮，伫台西，嘿，好，安尼刷落来要考大家第二个声音，好，来。这声音较简单啦，甲阮老厝的改造有关系。啊！刚有卡阿木头，这是咧压鉛笔伫吐土的声，啊，抠着涂骹安尼看。对啊，卡土嘛，卡土的声，抠土的声。哦。啊，来看这改造的风景啊，吼，这间旧厝，啊，改造了后，伊发现着咧馆顶有迄古典的装饰的这种绣面，真水。嘿，啊，阮甲内面变做一个展览的所在，后一张。哇！啊，遮你看这鸟人啊吼，拢是台西有3个兄弟啊，啊因对德山遐取得啊，啊做咱台湾的材料，啊来做这手工的鸟人啊，啊占咱规个台湾70%，嘿，啊毋过渐渐因为进口的关系，谈人啊也是中国的进口，开始遮个产业没落，所以阮就甲这因的手工的鸟人啊。布置伫个空间内面，嘿，这间是另外一间，啊，互大家约看嘛，这间厝较早是创啥？我提示者是咧涂骹坪，涂骹坪，涂骹的泰鲁，嘿，有大泰鲁的所在是啥物店？大泰鲁的所在啥物店？做头毛诶，厉害！哇，头毛店，你哪头毛店哪有大泰鲁？啥物大泰鲁咧？之前不是拢有迄这种就一个坎的咧电头毛的迄种，因为阿嬷拢会坐迄啊，应该是。涂骹的声，我拢无注意到。我妈妈对头毛店，我嘛无大泰鲁啊。是啊，因为较早吼，若无大泰鲁，涂骹拢是涂刷粉啊。啊，你摒扫的时阵吼，拢会用压。嘿，啊，所以这间较早是剃头毛店。啊，因为厝倒去了后咧，真特别咧，厝中央的壁悬顶就生一丛树啊。嘿，啊，阮就甲这丛树啊留咧。
啊，就带大细希望教室的囡仔做伙来做创作，所以阮就去迄废弃物的整理厂啊去收一只，这台是电视，啊这台是冰箱，啊个是破鼎，啊，互小朋友来念马赛克创作，啊，才变做海口囡仔的客厅呢。拢是人无爱的物件，啊变艺术品呢。对，啊会当互人来遮看咱海口的特色。啊，你安尼改造开偌济时间啊？开一冬的时间，嘿，就有意义的呢。是本来已经是破厝啊，嘿系啊，甚至人行过感觉会惊，真正会厝顶拢惊，破伊啊。会惊嘿吓。是，啊，即摆足侪人去遐佚佗的。好，安尼咱看后一个题目，来听看卖啊。恁倒哦，恁做囡仔要食饭咯，紧倒哦。这阿嬷伫休啥？你转来啊！食饭你转来啊？阿妈咧，阿妈看到回零机，因为因孙仔去外国读册啦，哎，知影今仔日要坐回零机转来，哎，淡仔等，啊，一帮回零机要等。毋是咱这海口的东北季风吼足强的，所以这阿嬷伫休的时阵拢会音频较悬安尼，啊叫囡仔转来食饭。你拄则讲阿嬷咧画孙仔，伊会讲安尼啊？系啊，我阿嬷嘛会啊，伊叫我等伊食饭，拢会讲有人啊，类似安尼意思啊，系啊。阮阿嬷毋捌叫过咻啊，毋捌从来毋捌听过咻啊。恁阿嬷若叫你等下食饭安那？夭寿啊！啊，所以咱有发现到在地阿嬷吼，因其实拢有真特别的人生的故事。像这位，这个所在呢，是伫咧咱台西较南边一处啊，口湖乡的五八村。嘿，啊，阮就伫咧这个村呢，找10个故事，在地人的故事，啊，甲伊拍做这铁窗花。恁敢看会出来这幅图内面的图样是啥物意思？干嘛店？干嘛店是一部分？哦，嘿，一粒槟榔，槟榔。阿嬷咧教槟榔诶。嘿，咱注意看吼，才有一个这包青啊，嘿，这高青啊有无？啊，才有这叶啊有无？包叶啊，啊，才有一真特别的哦，这有2粒的，这叫啥？双子星。嘿，内行的。就是吼，民国56年的时阵，阿嬷因翁婿身体较无好，啊，无法度去田里做事，啊，又想讲安尼，咱就开一间槟榔档，吼，啊，所以阿嬷较早是槟榔西施呢。是开互因翁婿的啦。嘿，所以是槟榔的王子，嘿，啊，就卖槟榔，啊，到尾食槟榔的人愈来愈少啊，吼，啊，所以就开始开柑仔店，所以阮就甲阿嬷这个爱情的故事，吼，啊，就做伫这铁窗悬顶，好，啊，咱看后一张，这是阿嬷较早伫咧田里做事，吼，才有一双手啊，吼，啊，这阿嬷有戴鸡礼嘛，吼，白面布。啊，咱来摇看卖啊，这内面有3种作物，阿嬷因较早有种做过。哦，我番麦，番麦，才有甘蔗，无番麦。无番麦，嘿，丢啊，吼，才有丢啊。下骹够一个。下骹土豆，答对。叮当。好，安尼咱看后一个题目。哇，牵手呢？牵手，哇！啊，这是一个亲情的故事。吼，啊，这是一个阿兄牵小妹仔的手。哇！啊，这阿兄吼，较早本来是伫咧台北做工课，啊，退休了后，为着要照顾小妹，对台北搬转来咱五八村这个所在，啊，互伊的小妹会当伫遮生活更较自由。所以我感觉这故事真感人，啊，就变做一个亲情的故事。啊，因为海口这个所在，阮原本去看，啊，伊厝的虫仔拢生鲜嘛，因为海风较咸嘛，啊，拢生鲜。本来这是伊本来这个铁窗的嘿，拢生鲜。哦。嘿。啊，这是新的。新的。嘿，而且你足甘心的呢，因阿兄看到因小妹顶悬搁一个平安符，嘿，平安保庇。真的。安尼听了真感动的故事对无？即马要互大家来摇看卖啊，趁钱的声音。嘿。看啥物是阮海口所在趁钱的声音。猎区。
叮叮叮叮叮，应该是啥物？咧卖啥物食？伊来的时阵，伊会用迄个叮叮叮叮。嘿，伊是一个趁钱的技师啊。是。啊，提示好不好？好，搭配咧，摕一个提示，互大家看卖啊咧。牛角面包。哦，袂胖诶哦，安尼我大概知影。你知影？嗯，我唔知啊，你知？我唔知啊。伊会挂伫咧牛角的牛的脖子管顶。勒产的时阵啊，可以。马产，牛唔是爱勒产吗？我讲应该就是牛铃。对啊，牛铃要安怎讲？牛铃，牛铃，我以为应该是牛铃。敢是？确定吗？你啊，有看卖吗？牛啊，复议。那牛的声，啊，牛人呢？应该都是牛吧？是牛吗？真正是答对啊牛牛铃。我嘛甲大家分享啥牛吼，伊爱挂牛铃，因为牛伫行路的时阵啊，较无声。暗时行伫路呢，惊人无注意到牛车来啊，所以伫咧路呢有声，人就知影牛车来啊。啊，另外一部分哦，牛是真重要的生财工具，对。嘿，所以牛若去用头壳呢哦，就会发出声嘛，啊，人就知啊，迄牛去用头壳呢啊，哦，是安尼。嘿，所以就牛铃。所以咱都唔捌想过讲是那牛伊爱挂这个牛无铃。想过，哦无想过。我感觉以前的人甲牛的感情拢足好的，因为像我阿公，伊嘛是有饲一只牛，所以伊到即马拢无食牛，因为伊感觉牛甲伊亲像朋友共款。对。是家人赶快，是不是？啊，咧看第二题，对，这题较难哦。红头水尾。嘿，风后水尾讨生活，啊，互大家要看卖，这是啥物？伫咧咱大西上重要的产业。嘿，红头水尾毛。这是这是提示鸟，哎，提示。毛啊，哇，细粒，毛赶快呢。甲毛细粒做细粒的，假的，是假的。会卖当食，买当食嘿哦。这是伊细汉的时阵啊。细汉伊大汉了后吼，会当做好食的物件。恁食看卖，伊大汉了后有掺入去做一个饼。你讲伊会变内底鸭晓？食看卖，你食看卖内底有啥物？啥物特别的物件？甲别种的饼食起来无同的味。食袂出来。但是好食吗？好食吗？好食，好食好食，讲有一个。为什么无共啊？什么白豆、红豆？白豆，拢食袂出来。什么豆做迄个？有是是不是这黑黑的这黑黑的是吗？是啥物？这？是鹅啊，蚵仔敢是？哎，敢是红头水尾讨生活，大大的鹅啊，就是蚵仔。哈，敢看会出来？所以伊这个饼内底包这乌色，这是蚵仔。蚵仔干。哈，蚵仔干伫饼内底。哪有饼内底包蚵仔干的？毋捌食过，而且伊是这样扁的呢。甲大家介绍吼，台西是咱全台湾蚵仔附着，就是互伊做蚵仔斋，占全台湾70%的一个所在。所以所有的蚵仔斋呢，几乎拢是伫咱台西食。啊，啥会伫台西食呢？因为咱台西伫咧咱罗水溪南边，会出海口南边嘛吼。啊，伊遮的沙洲、淡水、甲海水有真侪浮游生物。啊，所以咱遮蚵仔会高大汉。吼，所以伫遮蚵仔大汉附着伫咧咱的蚵仔壳了后咧，咱就送去往北，就送去王京、彰化。吼，往南就送去布袋东石。啊嘛有去离岛，嘛去平湖。啊，因为大家拢伫遮大汉，伫遮附着，所以咱讲遮是蚵仔的育婴房。啊，甲毛仔共款，因为伊细汉的时阵就遐尼细粒，咱看迄悬顶迄一粒一粒咱毛仔，迄就是蚵仔斋。哇，对，好，安尼咱饼嘛食吼，啊，问题嘛问了啊，啊，真希望讲大家有机会来咱台西海口这个所在来佚佗。哇，多谢大家。哇，多谢大家。是讲吼，讲正是的，咱录影进前，我来问吴心妈，那讲到台西，你第一印象是啥物？其实台西这个所在的，
我无去过，也毋过印象内面台西有做一个大的。海线有一个俗语，英哥出土炭，台西出罗木。这是真的吗，老师？较早有一部电影叫《海口台西访问》，啊，伊就是讲人古惑仔、台西古惑仔的故事。哦，啊，所以因为真侪婚姻台西遮的人呢，来台北遮做头路，啊，因拢会伫三重埔、台北桥骹，啊，叫临时工，啊，因足团结，啊，所以大家拢敢讲，哦，来婚姻台西来的人拢足歹的。其实遐人拢足和善的，误会原因是因为迄海风足大，啊因讲话较大声，啊咱就用哦，迄讲话遐尼大声，袂顺你讲错安尼，哦，啊拢误会啦。结果唔是啦，咱拢误会，讲出龙马拢你。就听到马好音爸爸。是啊，啊伊伫台西嘛有足侪少年足有热情的朋友，爱加入你的团队对无？就除了拢家己爱去认真去熟悉在地，啊上好是找在地的人加入阮的团队。哦，啊伊讲有歹。会咱看卖啊咧，来看卖啊，会是水查某哦，是呢，咱来欢迎阿中老师的岛南好朋友，恰恰海派少女阿倩。耶，有事无？恰，所以伊足恰就对啦。你通试看卖啊？是你真正足恰的吗？淡薄仔车尔，淡薄啊，是啊，请看卖。所以你当初你是安那去阿中老师去的？哦，迄当阵就是我原本伫咧台北做工课，啊后来就想讲足忝的，想要转去休困，啊我就转去台西，啊迄阵就伫厝诶营，妈妈就讲，阮台西高中遐有一个代课老师诶，即个款，嘿，啊就问我讲，啊你要去试看卖无？嘿，所以我就去啊，啊。做老师了，我有一天有伫咧厝内底咧画迄面册，嘿，安尼画，就看到那有一群人啊伫台西啊咧做足趣味的代志，所以我就感觉足有兴趣的啊，我家己嘛对即种社区的工课足有兴趣，所以我就主动去甲因团队甲伊联系安尼。所以你等于你的故乡，你是先做老师，嘿，是。啊，因为看到伊顶悬遮的资料了后，你去报名。伊是台西高中的英文老师。教英文呢？应该是。所以当初是这个恰恰，伊去甲你去应征这个工作时，你是安那要请伊？啊咯，你嘛知影风头水尾人才较少啊，爱来袂输捡着宝啊。哦，有人来着，有人来就爱偷笑啊，够紧嘿。所以你加入这个团队偌久啊？甲团队因为伊这个计划伫台西差不多2年，所以这2年我拢甲因做伙啊。嘿。阮若咧问人讲，台西你的第一印象是啥物？唔捌问过在地，我只要问在地这个恰恰的。你若是我要问你讲，你台西你上届感觉骄傲，你上届想要互大家知影一点，这个物件是啥物？我感觉是真正是迄个车，就是真正人做车的，但是迄个车，互你感觉足有人情味，嘿，就是大家拢讲话拢足直接的，袂甲你安尼安尼，就先盘烂者安尼，嘿，就是来就是来这样，嘿。我对你好，我是真正对你好。嘿，我对你歹，我就是做杜兰。大概是这种感觉。所以咱今仔日，咱恰恰要来教咱安那。直接做人就对啊。做人嘛。是安尼吗？做企鹅啊，做好无？要教咱做企鹅啊，做。安尼袂歹哦。来哦。来试看卖哦。好，来试看卖。企鹅啊，做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是青色你落，阮的阿君啊喂。你真正同安尼学蚵仔是爱穿安尼吗？真正爱穿安尼，我阿嬷拢穿安尼。阿嬷，阿嬷，你是伊讲你阿嬷。你唔是共款，你只是色水无同。高兴啦，结束啦！唔
是 cosplay 名诶，真太技术哦，技术爱学呢。那今仔日要学啥？北我们弄鹅啊卡，弄鹅卡，弄鹅啊卡。那蚵仔壳，我会记得我捌去访问过，就是讲你这有无蚵仔壳，你要甲落空，嘿，啊，你用这线甲绑咧，嗯，啊，你来去咧海水内底，蚵仔伊家己就会来遮生活。对，嘿，哇对。这就是伊的着床的所在。所以咱即摆要做的动作就是，要哪北啊？啊，即马咧，这趟是已经冷空过，好，所以阮来家己安尼翻过去。哦，然后咧，来家己放到上内面，嘿，上内面，安尼，家己调一下，好，啊，过来咧，安尼家己。线就是家己安尼弄过，拍一个角，嘿，拍一个角，哦 OK，嘿，就要安尼，安尼就别落啊。嘿，安尼就好啊。啊，你看即个哦，你若是要弄第二个时阵，你中爱有一个空格，嘿，啊，每一个空格拢爱白单，安尼。你试看，你试看。好，哎安尼啦吼，围内边这边，嘿，撑过去，撑过去。啊，家己倒好，安尼使，差不多安尼。嘿，你头壳拍这是啥话歌？嘿，安尼，嘿，拍一个角就好啊。哦，啊，尽量爱互伊的面是共一面安尼。哦，是安那啊，因为因较容易去着床安尼。嘿，像你看我阿嬷因两个，伊的面拢是共一面。哎，真的拢是呢，共一面，嘿，所以我爱调整一下。呢。嘿，哎，这种危险，这可以用挂掉，对不对？所以爱挂挂手套。哦，嘿，好。啊，今仔日呢，你三个爱比赛。啊，个比赛，爱比赛，拔这个蚵仔壳，啊拔的上好的，就有好料会当食。哦，真正是远自台西来的啊！西龟米炒蚵仔，哦，在地好料理。输的就爱流喙烂，所以无通食啦，好食，前三名才有通食就对。前三名你三个，前两名真，敢若一个袂使食。哦，你看这有战力。啊，咱爱比速度以外咧，佫爱看这距离爱共款，好，所以爱拔几个？拔五个，拔五个。好，OK。安尼一人一条线。好，你几条？较袂散。好，你开始哦，开始啊！开始吗？来哦，老师来。来预备开始。爱拔五个哦。原来想讲这是可以啦。蚵仔要着床的所在哦。卖多了，这是奥博啦！哎，你知的是无好用呢。育婴室爱轮流的。爱共一边哦。简单嘛。哇，这太早。我就想要食西瓜米炒蚵仔。你台西人哦。孙仔转来，孙仔转来，大威。哦，这已经拔好三个啊。阿妈，哎呦，你阿妈，哎呦，我要吵架啦！那拔的直接就大只。我都拔袂掉。上尾一个，上尾一个。哎，无好放呢，哦，真歹拔，真歹拔。真歹放呢。好，有够喘的，拔针哪会这喘？系啊，是你一直在弄啦。我袂啦。咱阿嬷3分钟会当拔13个咧。13个，哎，我第一名。我第一名。爱前2名伫遮，咱等者爱看距离有共款无？你走啦，你你输啊你！是啊，爱流喙烂。看出关系啊！吓袂掉。都是你无通食。安尼2个完成，看卖啊，相的距离较差不多。好，我也差不多啦。搭配看卖啊咧。我看卖，我你看相的较差不多，较较水，啊距离爱差不多安尼。距离爱差不多，会感觉
这个青蛙手手艺较好，啊，这呢就是黑白不分。真两名拢会啷食啦，真两名拢会啷食。哎呦，为着食，真两名。拢背啦，啊，就五斤两块，是哈，你无通食，哎你呀，你孙仔转来食物件。我食袂着啦。食袂着吗，老师？好，安尼可以食迄西瓜米就好啊。好，我食西瓜米。什么是重点？爱食西瓜米我还是讲西瓜米让西你瓜米甲的做伙。嘿，蚵仔才会食，啊一喙好落安尼来，我们也可以吃。是鹅啊，西瓜米。啊，你嘛食一个，你也拢大家拢无食。我有啊。阮劲步大概若看下，就咱先生你讲，你甲大牌讲，叫伊莫遮可怜，大家拢无食物件。有啦有啦。阮劲步讲。西瓜米。哎，就吃呢。鹅就吃啊。等一份你们感觉呢？哎呦，嘿，大细红背出来。啊，你拢踢袂开。大细红背出来，人去饺子。系啊。台南人食到安那？你敢有食过西瓜米？我无食过，是吼。台南人无食过。食过蚵仔，无食过西瓜米。真的？啊，食西瓜米第一个体验感觉。那切切呢？西瓜米是切。这生生的，但是进前食的较济拢是猪汤，这是菜就特别，嘿，海味较重，海味较重。嘿，啊，气味有下无？西瓜米蓝蚵哎，有下，你哪无食？哎呀，你想我？报应啦，报应！巴肚内了情绪拢较慢。都鲜呢，这蚵仔。这是我妈妈透早起来炒的。哇！你的西瓜米是竟然是切。哦，台南的西瓜米甲台西无共。无共吼，这是切。啊，台南的呢？台南较酸淡薄啊，啊较嫩，啊这蚵仔嘛感觉较杂白，较肥肥的，较杂白较肥。你几个人心情拢好啊？这袂歹，这袂歹，这袂歹。好食。来，我甲你讲，来你两个我甲你问一下，今仔日咱听咱阿亮老师甲咱介绍这个台西，你安尼听落，你有啥物感想？我感觉就是一种回去家乡的感觉。因为我细汉时阵，阮爸爸伊常常拢会开车载我去台西耍，但是真正足侪年拢无去过啊，所以即摆就感觉讲，感觉佫等于细汉的时阵的感觉。等于故乡佚佗。因为台西这个所在其实我无熟，甚至我无听过。啊，毋过阿中老师介绍了后，我因为迄个剃藤花哦，剃藤花。我想要去看卖啊，想要去翕相，去遐拍卡车。尤其迄个哥看妹妹平安保庇，搁一个平安符，哦，这就有感觉。爸爸妈妈去嘛就是。对，所以最后吼，咱爱来决定，到底有要对咱阿中老师的脚步来咱台西佚佗无？若有，我甲你讲，今仔才有加油棒。哦，今仔日咱用奉送的嘛，你若感觉这个所在趣味，甲老师斗奉送者。好，啊，若无你就较等者。这两张要去无？